女人想要男人為自己有大額付出、使大錢，一般係有兩種方式，或者講係兩種風格嘅嚇。咁第一種就係而家網絡上面最多人教嘅，就係將自己嘅姿態放高啲，要男人先付出，男人付出到位啦，跟住我哋再同佢喺埋一齊。咁呢一套就係每日諗住點樣去伸手問男人攞錢啊，點樣去同男人去做博弈啊，點樣拉扯啊。一旦邊一日男人減少付出，即時走佬，下一個就係呢一套。咁呢一套嘅核心就係避免自己俾男人白嫖，避免自己有損失。但係呢一套有個弊端啊，就係你雖然自己係冇損失，冇俾個男人白嫖，但事實上你都得唔到大件嘅嘢，得唔到大結果，因為你一開始進入關係之前就係同男人談判交易，大家去做博弈。進入關係之後又係一直開口伸手問男人攞錢，咁樣嘅話就會好容易同個男人去形成對立啊。跟住你哋之間係冇感情嘅日價嘅，大家之間個感情唔會好深嘅，因為個男人都明顯感受到就係一筆交易嚟嘅，大家係各取所需，價值交換嘅，確實係冇損失，但係事實上你都得唔到大件嘅嘢嚇。咁第二種風格就係用一種以德報怨嘅方式去激發男人嘅愧疚心理，就係譬如我揀啱咗一個男人之後，我就眯埋眼蒙頭入閘，我就先對佢好，先付出自己嘅情緒價值 X 價值，去經營好感情，我就將目光放長遠，可能同個男人喺埋一齊幾個月甚至半年時間，淨係需要個男人養住我得㗎啦，包起我嘅衣食住行。我都唔伸手問佢攞錢，都唔開口，可能到咗半年甚至1年時間，我先開口叫個男人幫我買架車或者係買棟樓。呢個係第二種。其實你會發現，如果你係用第一種風格嘅話，係比較適合一啲好後生靚女、自身光環好高嘅女人，你就可以將自己個姿態放得咁高，講到明嘅，你就係要為我使錢，你使到位，我再同你喺埋一齊，你唔使我就唔同你喺埋一齊。第一種方式比較適合後生、自身光環好強嘅女人。只要你個年紀稍微係大翻些少，到咗30零歲，你再用第一種方式將個姿態放得咁高，你就玩唔轉啦，你就玩唔喐啦，你就比較適合第二種方式啊，隱藏自己嘅野心，先對個男人好。其實我都係更加建議我嘅女粉絲行第二種風格，因為關注我嘅女粉絲多數係30零歲、30幾歲甚至40幾歲嘅，呢個時候你仲咁臭串，將個姿態放得咁高，最後攞唔到好結果嘅。第二種風格就係攻心為上啊。第一種風格就係一直交易、談判，冇乜感情嘅。第二種方式先至係真正攞大結果嘅。我睇到多數攞大結果嘅都係30歲之後搞到車啊樓啊，都係30歲之後嘅。後生20零歲、20幾歲嘅妹妹，佢會好排斥第二種方式。第二種方式，咁你問會唔會賭輸咗？你相當於係賭個男人個良心，會唔會賭輸咗？真係俾個男人白嫖，真係會有嘅。我唔否認，真係會有。就算俾佢白 P 咗，就係浪費咗幾個月時間，跟住就好體面咁樣去抽離咯，去抽身咯，激發男人嘅愧疚心理之後就抽離咯。因為我哋面對嘅係一個高價值、優質嘅男人，我哋唔會同一個普通男人咁樣做噶嘛。面對一個優質男人，佢唔付出咁啊自己暗啞底咯嚇，自己賭輸願賭服輸咯，跟住就激發佢嘅愧疚心理。我哋就下一個就係啦。第一種方式個核心就係避免俾男人白嫖，但事實上避免白嫖係最低端嘅，即係最段位最低嘅。真係高級嘅有智慧嘅方式就係我哋自身本身，你譬如年紀大之後，你本身你嗰啲嘢係唔值錢嘅，你嘅情緒價值乜 X 價值，你本身唔值錢嘅，但係有實力嘅男人佢嗰啲嘢值錢，真金白銀嚟嘅，係咪先？你係用你先付出你嘅，先捨後得，你用你即係佢係一隻大閘蟹，你係一條麻繩嚟嘅，你困喺佢身上，攞你一啲唔值錢嘅嘢去換對方值錢嘅嘢，真係高級係第二種。